这个屏东万丹台88快速道路15.8公里的所在，伫昨深夜10点外，嘛来发生着严重的车祸，有2台轿车来追撞。这个后壁车的女驾驶落车来坑这个三角锥，然后徛伫个分隔岛等待救援。想袂到，佫互驶到位的车弄一个，飞去对向的车道，然后佫互其他的车甲弄着，这个女驾驶当场死亡。 行车记录器翕到头前的车辆打东到方向灯弄倒，不过驾驶袂负反应。弄到了后，驾驶落车来看，看警示牌，想袂到人互后壁的车弄到对向车道，搁再互弄到。警察到位的时，互弄到的驾驶已经死亡。另外一段影片会当看到查某驾驶互弄到对向车道，一架车来惊险闪过。哦，你也闪过呢？有闪过，有闪过。那时候车没有很多。 但后面的车都没有闪过了，啊，你就马上下车就帮忙指挥交通这样子。对，就马上下去报案，先报案。因为不知道人还有没有活着啊。伊讲伊闪过了后，后边的车无看到，就甲人告过，看到这幕实在伤惊人。当下我下车之后要那个指挥交通，然后后面有路人帮我们拿三角锥，我们也差点被撞。 大家车速都太快，我们一直找时间要放那个三角锥。早暗10点外，54岁张氏女驾驶行过台88线西向15.5公里，甲头前车64岁张氏男驾驶发生对撞。女驾驶看警示牌了后，徛伫咧分隔岛等救援。这时后壁39岁李姓男驾驶先甲女驾驶弄到对向车道了后，女驾驶搁互对向的车弄到，当场惨死。 现场调查的驾驶酒测拢是零，警方继续调监视器查明事故。目前已采集现场相关基证，且有东向车道3名驾驶人出面说明。提醒民众若是拄到事故，就要先开危险警告的电话了后，离开车辆到安全的所在等救援，避免发生危险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